今日 webinar 嘅主題係職場安全 （Workplace Safety）。颱風之後，我哋更加需要注意周圍工作環境嘅安全，尤其係室外嘅地方，例如建築工地有冇水浸、棚架有冇倒下嘅危險等等，以確保員工同埋附近市民嘅人身安全。所以今日我哋會探討一下點解職業安全喺現今嘅社會更被關注。另外，亦會介紹 Access 針對喺唔同工作環境嘅解決方案，點樣提升呢個職場嘅安全保障。最後當然唔少得有 Q&A 嘅環節。呢個 GoToWebinar 嘅平台嘅右上方咧有個問號嘅，歡迎大家隨時喺呢度發問，我哋會喺 Q&A 嗰個嘅 session 會為大家解答。好，事不宜遲，為大家解答第一條問題先。Access Communication 係間咩嘅公司呢？ Access 係一間瑞典嘅公司，總部位於 Lund。喺1984年成立以嚟咧，我哋成為咗 Video Surveillance 行業裏邊嘅先驅。我哋嘅 Network Solution 包括 Surveillance、Access Control、Intercom 同 Network Audio 等等嘅解決方案。呢啲方案透過 AI 嘅應用程式得到更進一步嘅增強。喺2007年啦 ，Access 簽署咗聯合國全球契約嘅協議，成為我哋可持續發展策略嘅一個基礎。2015年，我哋成為 Access， 我哋成為 Canon 集團嘅一個部分，但喺 Canon 集團裏邊以獨立嘅公司去繼續運作。咁喺2019年咧，我哋嘅資訊管理系統獲頒布 ISO 27001嘅認證，意味住我哋採用公認嘅流程同埋最佳嘅實務去管理我哋客戶同埋合作夥伴嘅系統。40年嘅專業裏邊，當然有唔少嘅 milestone 啦。咁喺1996年咧，我哋發明咗全球第一支嘅 IP camera， 行業嘅徹底革新，將呢個視頻嘅監控咧，從 analog 嘅年代走向 digital。喺1999年咧，我哋內部開發咗全行業首個為視頻監控設計嘅專用晶片 rPad， 個全名係 Access Real-Time Picture Encoding Chip。咁喺2024年咧，其實我哋就上年嘅時間啫，我哋推出咗第9代嘅晶片，提供咗一個極低嘅 bit rate， 增強咗 AI Analytics 嘅算力，亦都優化咗影像同埋增強咗一個 cyber security 嘅保護，亦支援 AV1 一個 video encoding standard， 降低咗呢個儲存成本之餘，而唔犧牲一個取證嘅細節。同年啦，推出咗 Access Cloud Connect 一個開放嘅混合雲平台，為客戶提供一個更加安全、靈活同埋可擴展性嘅保安解決方案。喺2023年啦，根據一個第三方嘅報告，全球研究機構 IDC 嘅最新一份報告，呢份報告咧其實集中係講 camera 製造商應對不斷開發嘅市場能力、技術嘅能力同埋 camera 產品種類嘅廣度等作出評估。Access 咧被認為全球視頻科技全球視頻監控攝像機嘅領導者，喺多個全球供應商裏邊咧脫穎而出嘅。好，事不宜遲啦，我哋進入今日嘅主題。點解安全職場嘅安全喺現今嘅社會更被關注呢？首先咧就係極端天氣同埋一啲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加。唔知大家有冇同感？近呢幾年咧，香港嘅極端天氣同環境嘅不確定因素發生得好頻密，同埋強度亦都高咗好多，令到我哋喺設計方案嘅時候咧，要考慮到一啲好嚴峻嘅因素。舉個例，安裝喺行人隧道嘅 camera 去監察水位，當雨水太多或者水位上升得太快嘅時候，有機會浸壞支 cam， 所以我哋要選擇一啲防水性能最好嘅設備，或者喺安裝過程咧要注意防水嘅工作。另外啦，
當事故發生得比較快同埋比較頻密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加快嘅應變速度，加快同唔同部門之間嘅即時溝通？更重要嘅係盡快疏散員工。第二，勞動力短缺，人工嘅成本上升。近年嚟，香港嘅人力資源短缺問題越嚟越嚴重，員工嘅成本都不斷上升，意味住公司唔可以再承受有員工因為工作受傷嘅因素而引起嘅一啲額外嘅成本。好多公司都要求加強自動化嘅能力，減低因為人力資源問題而導致公司嘅運作受到影響。最後啦，就係法規同公眾對呢個安全意識嘅提高。全球對員工嘅安全保障越嚟越重視，政府亦都立法規管。如未達標嘅機構或者發生相關嘅意外咧，公司咧亦都會被罰款嘅，甚至乎會被逼停運。公司希望可以搜集所有嘅運作嘅流程同埋一啲大數據作為記錄分析，以作 SOP 或者優化過程嘅基礎。咁究竟職場事故喺全球造成有幾大嘅損失呢？全球每年約270萬人因為職業嘅意外或者工傷疾病而喪生，所以呢一個咧唔單止係香港嘅問題，亦都係一個全球都關注嘅議題。作為行業嘅領導者咧，我哋認為早期嘅預警同埋合規性咧，先至係最重要嘅。接住落嚟咧，我會介紹 Access 嘅解決方案，點樣可以為公司提供一個早期嘅預報、合規性嘅偵測，提高呢個營運嘅效能。我會根據唔同嘅工作環境嘅性質同埋程度，劃分3類去探討嘅。第一類咧就係室內或者半室內嘅場地，例如係商業大廈、辦公室、酒店、商場等等。呢一類型嘅工作環境嘅共通點咧，就係人流會比較多，視頻監控方面咧會有盲點等等。第二類咧就係建築工地或者有啲生產線嘅工廠。比起第一類嘅工作環境咧，呢一類咧係人流量會比較少，但係咧會有啲大型嘅機器，環境嘅危險性咧亦都會比較高。第三，亦係危險性最高嘅一種工作環境，例如化工廠啊、發電廠或者一啲公司內部會儲存一啲危險易燃物品嘅地方等等。咁呢3類嘅工作環境究竟有啲咩唔同嘅挑戰呢？好，首先，商業大廈可能會有呢3種嘅潛在危險啦。第一種咧就係隱藏嘅火災風險，例如停車場嘅電車充電咗，會唔會急速升溫而會產生爆炸着火呢？大廈裏邊嘅電錶房裏邊嘅設備會唔會因為溫度過高而有呢個火災嘅危險呢？第二種，人流嘅管理或者一啲人流進出嘅管理，大廈禁區啊或者地方嘅使用率等等。第三咧就係盲點嘅安全，大廈使用者會唔會喺一啲盲點嘅位置有跌倒啊，或者甚至乎發生一啲爭吵呢？其次咧就係建築工地工廠，咁佢哋嘅區域面積比較廣闊啦，環境比較複雜嘅，因為同時間會有好多大型嘅機器或者車輛會運行啦，增加員工喺職場嘅危險。佢哋亦都需要一啲禁區嘅監控啦，甚至乎一啲空氣質素嘅要求，減低對員工嘅健康影響。最後咧就係合規性咧，對呢個工作環境咧都好重要嘅，例如係禁煙啊，或者一啲個人防護設備嘅使用等等。最後一個工作環境咧就係危險區域，就呢一類型嘅工作環境咧係絕對唔容許有半點火花外泄嘅，因為會引起呢個火災，所以咧通常都會喺啲比較偏遠嘅位置。
另外咧，環境嗰個惡劣嘅環境咧，需要一個遙距嘅操作，盡可能可以喺遠端同埋自動化，減少員工逗留嘅時間。此外咧，政府嘅規定，危險區域場內用嘅所有設備咧，都必須要符合呢個防爆區域嘅規格，避免升溫引起呢個火警。再者，溫度、濕度或者場內嘅有毒氣體都必須要受到監管，避免呢個有毒氣體危害員工嘅健康。最後啦，就係非常高嘅合規性同證據嘅要求。綜合以上3種唔同嘅環境嘅挑戰同埋要求， Access 提供咗非常全面嘅解決方案。我會從6個方面同大家分析。好，第一個咧就係早期嘅火災偵測及預報，令到公司同埋員工咧可以即時採取嗰個應變嘅措施，減低財物同埋人命嘅傷亡。第二就係人群管理、進出嘅管理。第三，我哋可以用 camera 以外嘅監測，例如聲音分析同埋一啲空氣監測嘅 device， 獲得一個更加全面嘅環境評估及報告。第四，員工嘅行為咧，其實對職業安全都好重要。例如佢有冇佩戴呢個安全帽、反光衣去進入一啲危險嘅區域，有冇喺非吸煙區裏邊吸煙咧，等等，都會構成自身或者其他員工嘅安全。第五，建築工地或危險區域，因為個面積比較大，未必可以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都會安裝 camera， 所以咧 Access 嘅 Body Worn Solution 就可以靈活解決呢個覆蓋嘅問題。最後啦，危險區域咧必須有防爆區域認證嘅設備。Access 有一系列嘅防爆設備，我會為大家逐一介紹。好，首先咧，第一個就係早期火災嘅偵測啦。其實當大家見到着火有火燭嘅時候咧，就係代表物件嘅溫度已經係超高溫㗎啦。咁早期嘅火災偵測咧，我哋可以利用 Access 嘅 Thermometric Camera 偵測到物件表面溫度有變化，或者個溫度超過預設嘅溫度，咁佢就會產生一個即時嘅 alert， 通知管理員去即時處理。另外一種嘅偵測嘅方法咧，就係有煙先有火啦。咁所以 Access 嘅 Zone 2防爆 camera 可以偵測到一啲煙霧，甚至乎係啲火災咁。搭配 Access 嘅 Network Sirens 或者 Network Speaker， 咁我哋就可以產生一個預報，立即去疏散員工。用 Access Thermometric Camera 嘅好處係啲咩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好準確咁樣去量度到物件嘅表面溫度，偵測到表面溫度有冇急速嘅變化，唔單止係升溫啦，降溫嘅我哋都可以偵測到。可以透過 AI 嘅智能分析，減少一啲 false alarm。例如，我哋可以透過一個 AI 去 filter 一架鏟車個車頭嘅溫度，只係 focus 喺鏟車背後嘅一啲貨物嘅表面溫度去做個偵測。另外啦，溫度視覺化，你見到右下角嗰個圖表啦，其實可以咧好快咁樣揾到嗰個高溫嘅地方。數據可以同 camera 做個整合，我哋係支持 OPC UA、MQTT 等 protocol， 可以有效咁樣同第三方嘅 database 去做個整合嘅。最後啦，因為我哋支援 IP67、IK10、Lima 4X 等等嘅 standards， 其實係非常之適合用喺室內或者室外嘅地方。第二，人群嘅管理。Access 咧喺個 camera 上面 built in 咗有個叫做 Access Object Analytics， 我哋簡稱叫做 AOA。咁呢個 Object Analytics 咧，其實係可以 detect 到人同埋車。咁我哋今日咧就 focus 喺人嗰邊嘅分析先啦。
咁因為佢係 built in 喺 camera 嗰度啦，咁就唔需要外置 server，亦都唔需要額外 license 嘅費用嘅。另外咧，我哋有個 Access Light Finder 2.0嘅技術，令到我哋嘅 camera 咧喺低光源嘅環境之下，仍然可以得到一個好清晰嘅影像。影像嘅品質係十分之重要㗎，佢係代表住數據分析嗰個嘅準確性。AOA 其可以愛嚟支援人嘅統計啦，人流量嘅統計啦。另外就係 occupancy 啦，錯誤方向嘅偵測啊、loitering 啊、尾隨啊等等咁樣。咁今次呢個webinar咧，我會係集中介紹幾樣喺以上工作環境可以用到嘅 AOA 嘅。好，首先啦，你見到有個 cross light counting，咁其實佢原理好簡單嘅，佢係你喺需要數人流嘅出入口嗰度啦，咁就畫一條虛擬嘅線啦。咁你見到個黃色線啦，左手邊嘅圖嘅黃色線，咁啊再指定埋一個人流嘅方向咧，咁佢就可以計算到人數噶啦。咁另外右手邊個圖咧就係occupancy啦。咁我哋只要喺需要數人數嘅地方上面畫一個 virtual 嘅框，咁佢就已經可以搜集到呢個框框裏邊嘅人流嘅數量啊，或者車嘅數量啊咁樣。咁請大家留意以下呢個 demo video。咁佢係一個超級市場嘅應用啦。當客人咧喺左邊正門進入嘅時候咧，你見到地下有一條灰色嘅線啦，咁就喺度數緊人數嘅。咁而家咧見到已經有1559個人咧進入過呢個超級市場嘅範圍啦。咁另外咧，超級市場亦想知道有幾多人使用左手邊嗰部升降機喎。咁佢亦都喺升降機嘅門前咧畫一條啡色嘅線啦。咁亦都可以數到個人數嘅。咁而家人數就係236個人進入過呢部升降機嘅範圍。咁亦都可以見到咧，其實無論係大人啊、小朋友啊，甚至乎係坐輪椅嘅人士，或者推住一啲商場裏邊嗰個超級市場裏邊嘅手推車嘅人啦，咁都可以被偵測到。係。咁最後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呢啲所有客人嘅面部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打格仔嘅 mask 擺咗喺上面。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 Access 嘅 Live Privacy Shield。咁佢係利用一個 AI 嘅智能分析嘅技術，自動對人物面部或者甚至乎係背景資料咧，就做一個 masking， 保護私隱嘅。咁佢係一個動態嘅 masking 啦，咁亦都係 real time 上面實行嘅。咁呢個佢無論喺室外或者室內嘅地方都可以使用啦。咁你亦都可以係根據你哋嘅需要咧，去設定一個啟動或者關閉嘅時間咁樣。例如喺啲豪宅嘅 clubhouse 裏邊，我哋要保護翻嗰啲住戶嘅私隱啦。咁為咗避免啲管理員將嗰啲video stream 就外泄咁樣，咁管理員日常睇嘅 live stream 咧，其實就可以用上呢個 Access 嘅 Live Privacy Shield。好啦，咁頭先講咗咁多AOA 嘅應用啦，咁我哋透過 AI 搜集咗一啲大量嘅數據，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分析咧？其實我哋可以配合 Access 嘅 Camera Station Pro，你可以喺一個 Access 嘅 Data Insight Dashboard 上面啦，就將呢個 AOA 搜集翻嚟嘅數據，將數據轉化成一啲有意義嘅圖表，咁你就可以幫助公司做出一啲好清晰嘅分析，作為一個明確嘅決策咁樣。例如你可以對未來嘅一啲 action 去做出一啲預測啊，或者優化資源嘅分配，提高呢個整體嘅營運效益。咁第三啦，相信咧唔係所有嘅地方咧都方便裝一啲cameras 咁樣，例如後樓梯啊或者洗手間嘅 scenario。咁我哋其實可以利用咧 Access 嘅 Audio Analytics 或者我哋最新出嘅 Air Quality Sensor 去偵測，又或者再配合埋一啲影像嘅分析啦，咁就可以得到一啲更加準確嘅資訊。又舉個例子，
大廈嘅後樓梯有人跌倒大叫，咁我哋就可以透過 Access 嘅 Audio Analytics 偵測到嗰個人嘅位置啦。咁啊，再配合埋後樓梯嘅 cameras，偵測到有人有個 fall down 嘅 detection 喎，咁管理員咧就可以即時去處理啦。Access Audio Analytics 咧，其實係根據聲波嘅規律判斷咗3種唔同嘅聲音分析嘅，包括係一啲尖叫聲啦、呼救聲啦，同埋一啲玻璃嘅爆破嘅聲音嘅。另外啦 ，Access 嘅環境感應器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一個 Air Quality Sensor， 其實佢可以確保各行各業嘅室內嘅環境係健康嘅。佢可以進行即時嘅監控，偵測唔健康嘅空氣質素啦。咁佢亦都可以配合 Access 嘅其他嘅設備啦，去觸發一啲適當嘅警報啊、回應咁樣。佢亦能夠偵測一個電子煙啊，或者一啲吸煙嘅行為，可以啟動一個報警程序。為咗提高呢個營運嘅效益咧，佢亦都允許管理一個溫度啊、濕度嘅變化。你可以測量同埋記錄翻室內嘅嗰個空氣嘅質素啦，以達至呢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同埋遵守規例。而且佢能夠搜集同埋分析空氣嘅質素嘅數據，以便作出一個策略性或者業務嘅決策。咁呢個係 Access 嘅 AIoT sensor， 佢係可以量度到一個室內嘅濕度啊、溫度。另外就係 VOC 啦，一啲揮發性嘅有機化合物，例如甲醛咁啦。咁另外就係 PM 啊、CO2， 亦都可以 detect 到一啲 vaping 電子煙啦，或者煙霧嘅偵測咁樣。咁因為呢個係一個Edge 嘅VA 啦，咁佢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數據，亦都兼顧咗一個係健康同埋一個私隱嘅合規性嘅。好，以下咧就係一個完整解決方案嘅例子啦。當喺呢一個 data center 裏邊嘅 air quality sensor 偵測到空氣中咧有啲有害嘅物質嘅時候，咁佢就會透過一個我哋嘅 cameras 去 confirm 裏邊有冇人喺裏邊啦。咁如果裏邊有員工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利用我哋嘅 network siren 或者一個 network speaker 去疏散個員工。咁整個過程咧都會被Access Camera Station 錄影同埋記錄低嘅。好，第4啦，就係員工或者呢個地方使用者嘅行為嘅分析。當佢哋進入一啲危險區域嘅時候，佢有冇做好一個個人保護嘅措施咧？喺偏遠嘅地方工作嘅時候，有冇足夠嘅人手去監測前線員工嘅工作狀況呢？如果有員工跌倒或者暈倒嘅話，而冇人發現，其實嗰個係非常之危險。咁 Access built-in 嘅 AOA， 頭先我講過係一個Access Object Analytics 啦，咁佢可以提供到以下幾個嘅行為嘅分析嘅。咁全部都係 edge base 嘅，呢個係。首先係一個個人防護裝備嘅偵測啦，要 make sure 佢有戴嗰個反光衣同埋嗰個安全帽先至可以入去啦。另外一個就係一個 fall down 嘅 detection 啦。頭先講過佢暈倒啊嗰啲咁樣，我哋都可以有個偵測啦。咁另外就係一啲禁區嘅入侵啦。咁呢個都係要可以做到個 detection， 要有個 authorization 先可以入去嘅。咁另外就係尾隨啊，同埋一啲loitering 啊咁樣。咁呢啲都全部係 edge base 可以應用到出嚟。咁適合咧就用喺一啲無人嘅現場，觸發警報俾遠端嘅人員咧去即時介入嘅。咁同時間啦，咁公司亦都希望可以為呢一啲行為咧進行一個錄影啊，或者一個數據嘅記錄啦。咁讓公司咧可以喺必要時作為證據啦。
同埋作為一個培訓嘅用途咁樣。第五，喺現實環境中咧，其實比較去達到一個 CCTV 100% 嘅全覆蓋嘅。咁對於一啲盲點嘅區域咧，其實 Access Body Worn 嘅 solution 咧就可以提供一個好靈活嘅解決方案。咁其實我哋可以適用喺一啲保安啊、公共運輸、醫療、校園、零售或者一啲場館等等嘅解決方案。亦都適用喺一啲無線嘅空間啦，因為佢係個大型場地，好難去搭建一個100% 有線嘅網絡。咁除咗可以臨時掛喺員工身上面咧，咁其實亦都可以選擇掛喺啲貨架啊，或者啲柱嗰度咁樣。另外咧，就係啲機械啊、叉車嘅安全，我哋可以將個 body worn camera 安裝喺叉車嘅車頭嗰度，錄低成個安全操作嘅程序。最後啦，就係人員嘅操作，一啲精細嘅工作內容，我哋可以記錄 SOP 嘅安全程序。另外就係一啲安全嘅巡邏人員身上面，可以記錄巡邏環境嘅即時動態，保障自身嘅利益。最後啦，喺呢個危險區域裏邊咧，防爆認證嘅方案，而家大家見到呢一款咧，就係防爆區域裏邊 Zone 1嘅防爆 camera。咁 Access 咧係一間由設計去到開發再組裝防爆 camera，全程由內部完成嘅一間製造商。我哋從自家開發嘅 CPU 到嗰個防爆嘅機殼，再到最後嘅一個認證，全部都係由 Access 自家去完成。正正就係因為咁，所以我哋就能夠確保產品嘅性能同埋品質。我哋嘅防爆機殼咧係專為 camera 去設計嘅，咁防止有呢個火花外泄之餘咧，亦都唔會限制咗 camera 嘅功能，例如嗰個視野嘅範圍啊、連接嘅功能啊等等。咁另一款嘅防爆 camera 咧，就係呢個 Zone 2嘅防爆 cam。咁你對比起之前嗰個咧，其實佢個體積係細咗好多，同普通嘅 camera 咧係一樣大嘅。咁究竟點樣達至一個防爆嘅目的咧？就係我哋控制呢一支 camera 本身嗰個嘅溫度啦，唔會太高。另外咧就係密封嘅外殼設計咧，就防止個火花外泄嘅。咁所以其實佢都攞咗一個 Zone 2嘅認證。同時間啦，PS468 XLE 佢都支援一個強大嘅 Edge Base 嘅 AI 嘅深度學習，佢亦都可以提供一個優質嘅4K 影像，去俾我哋做一啲分析啊咁樣。好，咁總括嚟講咧，Access 喺剛才提供到嗰3種嘅工作環境之下，商業大廈啦、建築工地、工廠同埋危險區域裏邊，可以提供到6種嘅解決方案。第一就係早期嘅火災偵測及預報，咁我哋有我哋嘅 thermometric camera 去偵測嗰個物件表面溫度嘅變化。PS468 XLE Zone 2嘅防爆 cam，我哋可以去做一個煙霧嘅 detection，再配合我哋嘅 network audio speaker 去進行一個警報。第二，人群嘅管理 ，Access camera built-in 嘅 AOA， 我哋可以提供到人數嘅統計 ，occupancy、loitering、尾隨等等，當然唔少得有個 Live Privacy Shield 去保護私隱。第三，除咗影像以外，我哋嘅 Audio Analytics 可以判斷3種唔同嘅聲音分析，包括係尖叫聲啦、呼救啦，同埋玻璃嘅爆破聲咁。Access Air Quality Sensor， 佢可以監測室外嘅空氣質素啦，獲取全面嘅環境評核報告。第四，行為分析，我哋嘅 AOA 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個個人防護裝備嘅偵測啦、fall down detection 等等嘅，咁適合一啲遙距無人嘅現場，
觸發警報俾園方嘅人員咧即時去採取行動嘅。第五啦，就係面積較大嘅地區咧，例如一啲建築工地啊、危險區域啊咁樣，咁 Access 嘅 Body Worn Solution 就可以靈活解決呢個覆蓋問題，亦都可以為前線嘅工作人員操作記錄提供一個 record。最後啦，就係危險區域必須有防爆區域認證嘅設備，確保嗰個危險區域嘅工作係安全嘅。喺個成本效益而言啦，咁 Access 嘅解決方案咧係將成個風險咧係向前移嘅，由事後嘅搜證啦轉為一個事前嘅預報啦，同埋即時干預，降低一個誤報啦，一個 false alarm， 咁同埋提升一個營運嘅效能同埋合規性啦，咁亦都係兼顧咗私隱度啦。防止一個敏感嘅資料去外泄，適用喺多種嘅場景啦，可擴展性同埋有個清晰嘅投資回報。好，接住落嚟咧就到一個 Q&A 嘅 session。如果大家對以上嘅 webinar 內容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即時發問嘅。好。OK，咁我就 OK 收到有個朋友仔問咧，就係 Access 有冇提供一個 RESTful API， 好似拍照啊、錄影啊等等嘅功能。呢一個咧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常見嘅應用嚟嘅。Access 嘅 API 咧其實係開放嘅。朋友仔提到呢幾個功能咧，其實我哋都有 API 去配合。如果你嘅後台嘅管理系統係需要某一啲錄影嘅 footage，又或者某一啲數據做分析嘅話咧，都可以透過相對應嘅 API 去取得呢啲數據，整合喺你個系統上面嘅。OK，咁第二條問題咧就係 Access 嘅 Thermal Camera 係咪搭配 UV 或者 IR 去做嘅咧？我哋嘅 Thermal Camera 係用紅外線嘅方式去讀取溫度變化嘅狀況嘅。好，咁第三條問題咧就係，如果有一個場景係一啲戶外運輸公司上落貨嘅時候，啲物件發生碰撞，咁我 Access 嘅 Audio Analytics 會唔會可以都做到一個 detection 咧？我哋現時嘅 Audio Analytics 咧，就暫時未能夠做到貨物碰撞嗰個嘅音訊分析。咁但係我哋有我哋嘅 TIP partner、Technology Integration Partner，可以係去因應你嘅要求去訓練我哋嘅 AI，度身訂做一啲 Edge-based 嘅 Audio Analytics，擺喺支 cam 上面使用嘅。咁呢個我哋可以 offline 再同你去研究。好。OK，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offline 會繼續為大家解答問題嘅。好，咁歡迎大家對今日介紹嘅 Access 嘅解決方案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offline 同 Access 嘅團隊去聯絡啦，或者甚至乎聯絡我本人啦。咁亦都可以嚟臨我哋九龍灣嘅體驗中心去深入了解 Access 嘅產品方案。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關注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因為上面有我哋最新最 update 嘅資訊嘅。今日嘅 webinar 咧就差唔多圓滿結束啦，多謝大家嘅參與。咁喺大家離開之後啦，咁個 webinar 嘅平台會彈出一份問卷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填寫。咁頭15位填寫問卷嘅朋友咧，咁我哋會送出100蚊嘅 Wubai 嘅禮券俾你哋嘅。咁多謝大家參與，下次再見。